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3月13日，站在岔路上的人，经文是要读士师记第4章到第6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25、26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了。但是那为助者，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会把一切的事指示你们，并且使你们记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士师记，我们用快速的方式来看，一口气看3章。当然这3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几个士师，就是女的先知底波拉跟巴拉，以及基甸怎么样子被呼召出来。当然这些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好像是人们口中的真正英雄，是会让人佩服的，因为他们好像很奋勇，就像现在奋勇抗俄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好像这些是我们可以模仿的英雄。但我们扪心自问，当一代一代过去以后，我们发现人终究是人，人不是神，而人若是没有神，忘了神，我们就忘为了。今天经文第4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又软弱出现了一次。在前面昨天的3章第3章里面，神借着以物带来给以色列人的拯救，让他们有80年的太平日子。在这太平的日子里，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没有难处，只是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第3章最后的光景写到说，以物以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也救了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大环境里他们是太平了几十年，但这几十年里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一点小难处，但是感谢神，神的拯救没有停止，神的拯救没有减少。所以三家兴起来的时候，让以色列人继续享有太平。但是什么原因到了第4章一开始就指出了很关键的字，而这些字眼在我们以后士师记每换一个年代，一个士师的兴起，就会出现了这样的话：以物死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就是又来了，又这样做了，又这样做了，接一连二连三的，好像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断的有一种驱动力，是想要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这让我们觉得很奇怪。这个好日子不过，怎么会好像又掉落在那个堕落里面？那让我们不免想起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个堕落时的那个结果的影响，到如今是这么样子的明显。其实我们看看人性，士师记的人性是我们可以看得最清楚的。我们人有这种倾向，就是我们蒙恩以前，我们落在那个不好光景，可是我们蒙恩之后，我们无限的感恩我们回应神，我们说主啊，我跟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没有过多久，
可能太平日子像士师记今天所说的80年太平日子过了就忘记了，忘记了神就忘为了。幸好这位神他及时调转我们的脚步，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拯救，要眷顾，没有因为我们愚昧而减少或停止。这并不是说他鼓励我们去放纵，而不是说我们就是很软弱我就是有一些诱惑求神你这个原谅体恤我的软弱不是的亲爱的大家，神怜悯，神体恤，神爱我们，他不甘心我们堕落失败，所以他时时刻刻要给我们扶持跟拯救。但是神的鞭打和管教也同样是因着他爱我，他爱我们，所以他不甘心我们走进了撒旦跟仇敌的圈套，所以他主动及时来呼唤我们，甚至调转我们的脚步。所以我们不要硬紧，不要硬着脖子不肯回来。神叫我们回来，我们就回来，甚至神伸出手管教我们的时候，鞭打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醒悟过来我们看到这几个祭司，除了女的先知，我们一看到他怎么样子凭借着神给他的勇气，他可以胜过他面前的这个敌人男人。神突破了那时代的结构，神不看人的性别，神不看人的外在，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在。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帮助？我们愿不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呢？除了一代过去，我们看到女先知的这个时代过去，基甸的时代也一样一开始也是看到米甸人怎么压制以色列人所以每这些以色列人陷在那个苦境中的时候，耶和华就差遣先知责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地上敬拜别神，所以神要警告他们。神的爱没有离开，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他而离开，但他要管教我们，好不好？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是那站在岔路口上的人们吗？如果我们正在那岔路上，好不好让这一位神来引导我们？特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之后复活升天，也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在今天 RPG 的经文里面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告诉你们这些话了。但那为助者，就是神天父差来的圣灵，要把一切的事指示我们，使我们记起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成为站在岔路口上的我们的一个指引。现在的时事是可以造英雄的，还是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我们可以造时事呢？面对这样大环境的灾祸，我们怎么样凭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来回应？我们的回应的根据，如果不是神的指引跟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当不了英雄，甚至只落着人们口中的狗熊而已。好不好？我们每一次在那岔路上，我们就恳求神来指引跟带领。神愿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听吗？我们愿意行在主的旨意中吗？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圣灵，谢谢你，你让我们站在岔路的时候，你指引我们，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想起你对我们的好，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使我们不得罪你，使我们在这世代里，在这大环境中，我们成为主你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可以容神益人。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今天我们可以活出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我们可以荣耀上帝，对人有帮助。我们明天见。